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氣候。太子珠寶鐘錶及積家錶贊助播映。各位早晨，今日10月19號星期五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時陣，早晨嘉怡，今日繼續好涼啦，同埋天色都一般啫喎。係啊，冇錯，今日咧都係大致多雲嘅，下晝部分時間咧會有陽光，最高氣溫大約係27度，咁吹清勁嘅偏東風㗎。咁展望未來一兩日咧，大致係天晴。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。